手套仔同埋手上邊線，畫咗超少仔，亦都已經掂咗佢。大家洗完再見。咁係要揈咗2次先得㗎，即係要揈6分鐘呢個份量。其實我只係有3對手襪仔，2個口水肩，先至唔滴水咯。揈咗2次，即係要6分鐘。第一次仲要見到佢揈咗出去外面。即係個攬紋，第2次就冇滴水啦，終於。